感恩魔法要被挑戰第20日，因為我嘅目標係要完成個攤位遊戲。我好感恩，我好健康，好快樂，好有型，好有趣，好努力，好有耐性，好有完成嘅能力，同埋好有創造力。我自己食完啊，我好幸福，好，我嘅目標係要好幸福。但係我有識字，我咁樣啊，好快樂，好有經驗，咁我有好多生命，好多快樂。我好感謝阿仔同我一齊拍片，老公好錫我，好照顧我哋，我爸爸媽媽都願意令自己更健康，我嘅老師同學生都好認真，我嘅朋友都好好活潑，我好感謝我個鄰居同身邊嘅環境都好有愛。感恩魔法令到我哋生活得越嚟越有愛。如果中意就 like share 同留言啦，拜拜。